俗语讲了好。紧张，刺激！那三个元首人要见面咯。新式的上山，准备开始。扩招，看这板子，我得出我绝招！啥你啦？输啦，你好，真好！哇，大家拢安尼就真认真在拍拼咧练了。是啊，嘛练了安怎练到啥拢无，拢来。在练习啦。练了安怎？哦，再我来报告一下。哦，自从我练这布袋戏哦，我逐工咧练哦，我即摆咧整知影你来看，一秒整300几遍。哦，一秒整300几遍。嘿啊，我即摆我若去食娃娃吼，迄规间拢也业了，哦，迄可能要会使开一间啊呢。安尼水哦，你继续练落去哦，练到这么厉害。哇，来，哦，对啊，哦，这是3万啦，这是要互我的。提开，哎，谢谢啊。就去食娃娃。哦，那也好啊。练干呢，一秒1分钟3万几个，你看因某偌幸福。我是讲主菜啦，输了。到主菜。啱。好是，你练了安怎？师傅，我甲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真认真的练习，无互你闹开。即幕大家拢叫我马海女神龙啊！你个看，马海女神了。马海女神若有机会，你家己爬去迄个边仔顶，伊就真正马海女神了。安尼袂歹，后盖有机会。你安尼练，你去足紧腰的吼。嘿啊，对啊，即摆佫足枵，我拄则食饱尔呢，才5分钟，5分钟正正，足枵的。来，这直接摕。去买飞机票，坐去日本，迄个上等的料理，迄什么和牛，迄做你甲食好饱再去转啊。多谢师傅。好，安尼好。迄个，喂，主任嘛，看你安尼下当大家安尼面足欢喜，我甲你面甲你是啥物？有啥物心事无拄好款哦？无啦，我咧想讲，这行搁要安尼继续做落的嘛，因为我和阮查甫朋友冤家啊啦，伊就讲做这行的也无前途啊。做这道的，做这行的无前途，恁男朋友安尼讲，你毋是假人啊？我。伊外口有男朋友啦。我是离婚才跟有男朋友。喂，毋是啊，哪会使安尼乌背批评讲啥物做咱这行的无前途？我跟你讲，我嘛感觉袂使安尼啊。我绝对袂互你闹开。哦，来，这台，这是你眼看这牌哦。哦，乌黑色的对啦。这当做便当客啊呢。这台车开去，哈，无代志就开去老老的心情看较好无？还要送我的吗？送你。免客气。大你呀，阮呀，命呀，为我食不灵呀，那是调教的啊。淡薄会讲。你怎样？你叫我 A， 唔是使诶，嘿，安那？使我跟你讲，即我最近吼，因拢一般的尔。哦，嘿，我最厉害，我即摆研发出一个新的境界。什么叫做研发？就是学习一个新的境界。研发啦，研发一个新的境界。真的。说来我听看觅。我跟你讲吼，布袋戏是布袋戏，但人是人。免怎你人布袋戏的时阵，敢若真的呢？只要甲布袋戏一个五零六合一。哦，这个甲零，红啊，甲人的零结做伙。嘿，哦，安尼就会当有新的境界。看觅。我是下边人去，东家你来啊，进来去啊！来到！哎呦，加油啊！你看你怪怪的。布袋这两旁你阁有成呢。特别安尼。哎，真好。
亮哥，你个你哪来？真咧搬布袋你唔知哦，我呢？自从加入这，我逐天偌认真呢。啊是哦，啊，你来这啥？我来找我女朋友啊，你女朋友梦怡啊，哎呀，我 Honey 啊，哎呀，你女朋友？你来呀！我就想你是啊，呢。所以我来啊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我调工旷课啦，你知无？安尼哦。嘿啊，喂，课你几岁啊？你搁咧读册哦？你乜落地？哦，我甲你讲，我较多哦，一路来的路上哦，我经过一间鞋仔店，我看是啥物叫做一路来的路上？经过一间鞋仔店啊，嘿，是啥物叫一路来的路上？来的路上，一路上来的路上，你是要讲咩？我唔要讲。我要来的路诶，哦，我要来的路的经过一间鞋仔店，嘿啊，安就对了嘛。对嘛爱拍哦，哦，对，看一间鞋仔店，看一双鞋仔够水的啦，讲全台湾哪一双尔啦，安尼哦。我想要爱啊，有穿伫脚里一定足爽快的哦。喂，头倒阮阿奶带去看迄双鞋吼，先甲我包起来。你要买我？是好，哦，够好的啦。这是当然的啊。你看即马天气啊，即马即个时阵挺好，你天气好，逐工光到要死的天气好。袂啦，即个天气吼，你想，咱做伙看烟花，一定是浪漫的啦。浪漫吼好我想要去的。喂，迄个啥啊？明仔载吼，迄个要到日本的机票，甲我瞧一下，而且一定爱头等舱的哈。啊，搁有迄间上高级的迄间饭店的总统套房，甲我订一间。哇，够好的，你对我够好的。哇，使，安尼，你毋是讲恁查某囝有迄个你的命令，讲袂使单元来。我为着伊安尼，我食菜食遮久，还嘛出街，我头拢剃安尼。你孝顺阮查囝就对了。无啦，一种新鲜啦，新鲜。去叫这个眼去配。对过，红梨，少年，阿伯，请教一下，你我解释一下你想。是，我是红梨的男朋友啊。嗯啊，要讲较粗的啦，啊，我得因，我得因开啊啦。你偌粗？歹势我照过你。你看起来嘛粗。对啊，哎，迄个我讲咧，黄家千金大小姐，你嘛较差不多咧。恁老爸是我，是毋是？但是我姓骗，你哪姓黄，足奇怪。我嘛唔知啊。这不管，我较早艺名叫黄俊阳。喂，我甲你千交代万交代，绝对袂用谈恋爱。什么逼一个毛对，逼一个查甫人出来，哇！你嘛真歹派呢吼！哇，什么咧鞋啊，安尼贵什一箱就甲买落去，什么日本机票，明仔载什么头顶就甲订落去，买过去什么总统级的套房哈？爸，嗯，真闹叫啥？叫我啥？爸，较大声咧，爸，我送。安那？这样，这个叫你。哦，没事。讲。我讲真哪有啥啦？这交男朋友是我的自由啊，谁哪有我爱你管啊？哎，啊，你讲我开钱，黑白开，你家己毋是共款？开钱敢若开水，迄钱袂算啊，毋是钱呢？我哪有？我头拄毋知迄啥吼，你会使啊？面路的毋是开去啊吗？对啊，系啊。你家己毋是共款是安尼啊？哦，恁爸是这样呢哦。啊，这个时阵送一支就对啊，这支先互你。毋是，即摆讲的是因爸真正安尼呢，毋是讲我呢。阮爸是，小可啊，无遮夸张啊。你咧讲的是黄俊良啊，毋是讲我吼。因老爸真正安尼看教会来3万提买衫，6万提买什么货，这车开去，这栋厝互你。我嘛要去遐。我得欠男朋友无啦？来这套，真正是安尼嘛，感谢。感谢。对对，是安尼忘掉。恁老爸哇，了这死查鬼啊哈！恁老爸即摆是我改我啊，甲你教时间，哇！你安尼应嘴应字安尼，我讲10分钟，你讲点外钟啊！你真正是你查囝，伊真正是做目的地格。搁有第二句小句，请了。
使，你唔是讲恁查某囝袂使谈恋爱吗？阮查囝袂使一趟袂偌济啦，袂英语，袂英语，阮查囝袂用的啊。不是啦。因查某囝 cannot 谈恋爱啦，谈恋爱。我形成伊遮久啊，我为着伊拢食菜，我搁嫌啊出家，你看拢安尼。你若孝顺阮查囝，要形成尔啦，扣，即马扣迄箍硬去赔。阿爷，好来，你处理者。你照过，教练呢？请问，阿伯，请教者，你想我红你的男朋友啊。简单讲推啊嘛？对啊，我就是因推啊，嘿。你较差不多咧。啊，我毋是讲过，袂用个谈恋爱，你即摆搞个是啥物？啊，哇！你这海派，啥物迄个贵鞋啊贵送啥物？头家哦，鞋啊，甲订起要包价，我机票要去日本看樱花哦，啥物啊坐头顶的，啥物着去套房高级的算，啥物情形？啊，交男朋友是我的自由啊！啊爸，你谁哪要管啊？我现在免管，我黄俊阳呢？啊，讲我后袂开钱，你家己毋是共款？开钱袂顺啊，咧开水，钱袂顺啊，毋是钱呢？你讲我黄俊阳呢？我偌好个，你敢知？我迄机人密码机，你是电话我了偌济，你知无？2亿算啥？对我来讲算啥？我黄俊阳呢？我生个你爸，你要加一个竞赛无？来这套，我即摆碰车车。你应嘴应字哈，我讲一句，你讲百外句，生甲你个查囝，你真正是吼拍铁啊做官，拍破多咧。拄则安尼，感觉第一句对会举手。我做梦的，恁经第一句就是迄个做目的地价，对吧？个地个。你解说。做目的迄家是用目做嘛？目啊，哦，价是目做的。对啊，所以做目的地价，敢若家己关起来，关起来，你就是饲着个查某囝，伊个假布袋，我真正对你举手着呢。假布袋，因为等下啊拍铁啊做官嘛，官就是好代志啊，做好的代志。你要去遐坐无无？所以无可能是做官，是压地价。但是恁三拢经拍铁做官。啊来，请教大文老师来。头我讲到海派啦吼，海派这较受华语词的影响，咱正港台应该是拍手。拍手这开钱做拍手的，拍手甚至有一句艺起来话啦吼，大某拍细姨，迄叫大出手。大拍细汉的，大出手，嘿，出手拍细哈，大某拍细，做目的地价意思就是讲自作自受啦。因为你大到爬墙，小到趁样嘛，有样看样，无样家己想。啊，做老爸钱拢安尼开，啊，才拍手，所以你查某囝嘛对咧学。啊，另外哦，拍铁啊吼，做官，伊拍铁啊，逐工拢会晓安那。你讲啊，知影拍啦，所以做官拍铁，逐工加知影拍尔。但你教囡仔吼，有时阵啊，着锤，着卖，所以教囡仔时阵爱软硬兼施啦，唔通像爱拍铁做官吼，知影拍，嫌官府出搞出，嫌爸母出阿里不达。所以若照头安尼有这种老爸出这种老母吼，应该是做目的地价。今仔日哦，这就足济啊！哇，谢谢老师来拍一波啊！